花，感情总是行同齐。怎样爱才会讲白？怎样分才会相识？你对阮的心，阮对你的情，予世界充满美丽。感谢恁送我的花，感谢恁所讲的话，无论情我深爱我深，总是相爱一个。莫想遐尼多，爱你无后悔。莫问遐尼多，爱你无代价。咱行过这段路，亲像刺破月。孤单放风吹，悲伤放雨飞。无论心我酸，风我酸，感谢有恁两个。莫想遐尼多，无你怎样过？莫问遐尼多，予你的一切。不愿收回，甘愿受罪。若讲痴情，阮是世间的最后一个。阮今年也我爱笑死，我笑到老奶奶冇变去，两个做起行的真正好笑。我笑着你安怎出来？你莫笑，好笑的啦。来，我跟你讲哦，道具拢伫遮，叫我交代去做，我拢伫遮。好，记。啊！你是啥物人啦？迄三更半暝啊，敢若袂顺毛饼鬼咧，安尼向向问出来。你是要互我惊死哦？哦，拜托诶，是阮叫你惊到的呢。就是咩？啊？你是青梅哦？阮囝啦。哦，是讲哦，你三更半暝来这是要创啥？我来这共掠铃啊。对啦，着阮兜散钱，毋知这晚吼，我带阮囝出来共掠铃啦。哦，你是毋是要去山顶的夜总会啊？遮有夜总会哦？有咯，迄山顶遐规片的蒙仔堡，迄就是夜总会啊。哦，你都毋知迄暗遮外楼这个，哦，迄后迄落吼，倒几百年，后倒几十年，后倒10外年啊。哦，哎呦，迄道具吼，拢爱腰酸背痛，拢会吼，来找人去甲掠铃啊。少年诶，敢真是有这种代志？当然是事实的咯。我知影，恁两个就是因请你要去甲掠铃的，吼，找着人啊，吼，我遮管区的，遮路我外熟咧，我带恁来，若无吼，你迄青梅安尼摸，等下落去砍骹落就废去，行，我带你来，你哪免啊？我带你来，快啦，不一定啦。别惊啦，但迄鬼嘛是人变的，我定定嘛来遮甲因行棋泡茶咧啦。快啦，再见，老师，看嘛，对，我会用的。这是要教你，他莫创较散，安知无？哦，我知。第一步先讲，第二步看你，到时吼，靠惊人啊，无软卡就拖着，知好？搞最好啊！你死最让我惊死了你！迄唔能惊着你，我嘛惊到要死了。你看山顶，真正蒙仔堡呢，一蒙地的。哎呀，这恐怖，赶紧来等好无？等，急死
我嫁是两个好爸母。我两个兄弟啊，这世心情毋捌遮尔啊欢喜过，水某你讲对无？都对咩？吼，迄毋是安尼尔，迄两个查某即摆拢去想着阮母啊。都对。即马是干那想着恁母啊尔，咱下一步计划甲做落去吼。我看吼，迄两个好爸母都爱跪咧来求恁母啊！哇！那咱进来问家讲啊，代志好啊未啊？做咩啊？做免叫啦，搁叫吼，嘛无路用啦。讲完，我就知啊吼，比比来阿妹因兜啦，行，咱转来去吼。创啥？爸叫我来找你啦，今仔夜晚吼，就要甲咱杀做对啦。哎呦，我会生气，我正经会抓起来。讲完啊！做咩啊？哎呦，你这大声是要惊死哦！无惊无惊。对啦，我就是要你假死啦。我即马吼要正式甲你求婚，你袂当含讲完啥做对啦。对啦，你大帅哥呢？这都变事讲完啦吼，我看你去跳舞自杀算啦。对啦，等我这个四中兼活跳面头前吼，我要甲这束充满感情的花献予你，我要甲你求婚。最后啊，请叫我。水花啊，对啦对啦，给啦。好是好啦，不过吼，阿对啊，你较早咧拍查囡仔时阵吼，是毋是拢像安尼求婚的？对啦对啦，拢有这步对啦。哈？无啦，最后啊，这个是真实的啦，无好就抓吼。阿对啊，伊是毋是每一届查囡仔拢安尼讲对唔对？毋是每一届啦，是定定尔啦。无啦，最后啊，遐个查囡仔我拢凊彩讲的啦。是啦是啦，对比芳啊阿关啊吼，因为那是安尼凊彩讲的啦。对啊，唔那因两个哦，迄什么小丽啦、阿君啊，无啦，最后啊，我都唔知我甲你讲啥话啊。啊对啊，我拄仔讲啥你无听到吼？你都讲对什么阿君啊、小丽啊，你拢就出来讲爱因啊、家因啊，我拢有看到啊你最后啊，多谢你接受我的爱。坏灰，你若会吼，我是打不你白灰啊！你若我的心肝顶悬，我的心肝灰若水汩汩去啊！风流鬼，见一个吼爱一个啊！还是阮讲完吼，较老实，较会客气啦。讲完，呀，咱倒来去，咱赢啊吼，咱就杀做对啦。我有爱啦。你要去倒位啊？讲完啊，我毋是甲你讲过啊，叫你免惊水花啊。什么唔免惊？水花啊起笑吼！你来讲什么？我起笑，行啦，倒来去啦，行啦。救人啦！救人哦！救人啦！李亚迪先生，我即马吼要治你的命啦！哎呦，你是要起笑了啦？无唔对啦，我咧起笑，我咧也讲啊啦。当水花下面讲啥物？我甲较早的查囡仔每一个拢求婚过，拢救大过呢。我讲拢事实咧。你搁讲，妈啦，你两个是四中兼换贴的呢，不会打打讲啦。都对呢，我毋是故意的啊，后摆袂啊啦。后摆，哼！哥哥，等一下啦。加讲诶，咱是四中兼活贴的，对不对？对啊，我的代志就是你的代志，对不对？对啊。莫来这套吼，这个话是较早我对你讲的呢，你现在对我讲啊？啥物代志答讲啦？对，我请你找迄两个查某吼，假做水王水木啊，外口迄查某的代志，找着的。因两个无伫的啦。讲这咧讲呢，你甲我害到遮凄惨落魄，我现在甲你斗相共啊？
这是两件代志，你莫掺掺做伙啦。莫掺掺做伙啦！你就会使甲水花啊，含较早我拍的啊小弟拢掺掺做伙，我就袂当笑。再见。这人哪会这无良啊？哪里是要安那啦？啊，即马咱若无找两个来嫁做水王甲水无外口的查某，安尼咱今年做都拢白做的啊！有啊。你哪里嚟看我啦？哈？你敢是要叫我？哪有要紧啦？水王甲水无的两个某也毋捌你啊啦。后一段互你来甲拨落去吼，绝对妥当的啦。无啊，啊，毋过你嘛是要减一个啊。水花啊！对吼，那你吼，我即摆来一个讲一下。多谢啊，谢谢啊，这麻烦你哦，麻烦你来。对啦，阿弟啊，你会记得继续开无写的电话哦。好啦。哎，对，哎，阿狄先生啊，哎呀，阮伫遐坐个外面困，看你演几部，哎，啊，说袂记啊，阮某人来。啊，你某就讲要出去行行，应该连袂转来啦。好，哎，水某，来找母啊。好，行。哎，两位顺行哈。喂，规工拢是这种无声的，一定是外口迄个查某靠来找水王啊！真正给我气死！喂，啥人讲话啦？吼，你想讲你不爱出声，啊，我拢唔知讲你是去只狐狸精，敲电话要来找我水王来哦。哎，阿妈，你转来啊？拄啊水王甲水某讲要去找你呢，啊拄着因无？无啊，阿弟啊，啊为着我的代志，互你伫咧操心。阿妹，我留我踮恁遮住遮尔久，我实在真歹势哦。妈，我著甲你讲，莫遮尔客气啦。啊，你的代志吼，我甲阿妹仔吼会想办法甲你斗相共啦。啊，阮已经甲恁囝吼，甲你两个歹心妇教死啊呢。水王啊，水无啊，敢是阿丁甲阿玉？哎，无啦，嘿，毋是啦。我是讲吼，你的代志吼，真紧就会使解决啦，哈。啊，妈，无你先休困吼，我先来工地啦。好，再见。今仔水王啊，水无啊来找阿弟啊，哪会感觉你奇怪、神秘？敢讲甲阿丁甲阿玉拿出家庭风波，我较家己电话看卖。喂，阿丁啊，我啦，妈妈啦，我是要请问你讲水王啊。哎，我拄仔要找你，我问你，是毋是你嫌阮两个媳妇对你无够好，所以你就叫水王甲水某去外口找查某，是毋？啊？水王啊，水无伫外口找查某？你免遐甲我澄清啊，你知的啦。新水某去哪有？我跟你讲，来，喂，你甲我听清楚吼，你老知叫你死你外口，莫叫你家对付阮啊！你安怎？这拢你注意着无？哼，你哦会好死啦！阿玉啊，你的妈母啊骗我更较歹呢。叫人囝伫外口找查某，我咧家己气，想要死死甲规去。对，一
定是母啊，叫水王甲水某在外口找查某，领了无，因两个无遐好大胆，对啊，害大家哦死无人靠的。我到底是做啥唔对代志？苦苦的一杯酒，希望会当解阮忧。爱你无后悔，莫问遐尼多，爱你。爸，我甲讲完车两个啦，阮今仔日啊，吼会当杀做对啊啦。莫讲杀做对啊啦！你看，我已经要娶起来啊！你吼上好娶起来，较早定定甲我欺负，讲我是水性杨花，讨客兄。我安尼好，我甲你创治一个，甲你吓惊哦，我都无法度出去啊！我再讲吼，安尼又搁会当刺激家教，真正是一兼二顾，王马兼西裤。水花啊！水花啊！水花啊！免去叫我啦，我唔捌你啦。人我即摆心目中吼，敢若有讲完尔啦。哼，讲完，人我今仔英男吼，特别通讲完煞做对啦。明年吼，才去生一个啦。我会演死，我会演死啊！讲完。我会惊死，我会惊死！讲完啦，你才讲啦。我安尼看起来吼，这位根本就是故意咧吓惊你的啦。你吼愈惊伊，伊就愈要戏人你啊。啊，你也唔惊伊吼，就惊你啊啦。对哦，嘛有道理呢。啊，咱第四，我嘛是安尼播啊。对，以毒攻毒。水花啊，你永远要同我杀做对哦。对啦，讲完，来啦，先จิ้一个啊。无浸就出去啦，只敢若浸热尔，就敢若电视播，两个人去做伙，过来。讲完起笑啊啦！伊想要甲我杀做对，还佮我จิ้嘞。我是通啊啦，人讲哦，娶到的花的某，就敢若新航路、新地国，爽赞啦！送赞，我扁你嘞！别他！哎，亲像小狗共款啦！你想要甲我杀做对哦？哎呦，暑假去搞亲着我的嘴啦！我想要吐啊！我要给你洗嘴啊！水花啊，来搁浸一下啦，咱本来就是要杀做对啊。水花，讲完了，我甲你警告哦，你若讲佮啥物要下面杀做对吼，我就甲你只讲完，朱当林，哼，水花啊，水花。以前哦，果然是挑工要甲我创治，会甲我吓惊的啦。水花啊，你唔惊，我会保护你，就亲像古早英雄救美同款。奇哥，你是我生命当中的英雄啦！人我吼，因为就要刺激你，才会惊要向讲完煞做对的啦。对咧。苦苦的一杯酒，希望会当解阮忧。爱你无后悔，莫问遐尼多。对咧，你是为着要刺激我？你若唔是真心爱讲话，要和你结婚哦？我就知哦，骗我这个大帅哥，哪有可能比一个讲话更加不足啊？水花啊，歹势吼，你个结婚的代志吼，我搁要考虑一下。啥物你搁爱考虑一下啊？
对啊，我是为着要证明讲吼，我袂比这个国王更较差，才来拍你要和你结婚。啊，即摆金宝坐厝啊，对无？所以就无代志啊。哎呀，西洋人哪不该再见？你这颗死鸡蛋，竟然安尼叫我，我真正要叫我讲完了啦！代志吼，咱才慢慢来解决啦吼。不过即摆有一件代志吼，足重要的，因为加工啊无要斗3工，所以讲我想要请你。哎呦，是啥物代志啦？是安尼啦。爱你爱甲阮的心加几球，等你等甲毋敢记太阳球。亲像我温柔可爱的模样，像我情深意重牵你的手，苦苦的一杯酒，希望会当解阮忧愁，雄雄干杯，从此不再想。苦苦饮落一杯酒，不愿搁再对